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東涌物業嘅 Martin，今日打算介紹一個大兩房影岸紅。咪住，你冇聽錯啊，係大兩房影岸紅啊！以往一般介紹都係藍天海岸一期嘅兩房，今日好開心啊！業主俾一條鎖匙我，登堂入室介紹呢一個大兩房。究竟大兩房係點呢？即刻介紹一下。入到嚟呢一個嘅門關位，呢度多咗好多嘅空間，一個 L 型嘅位置，先分開有飯廳同客廳。地方係非常之好用㗎。跟住嚟講，喺我左手邊咧係一個嘅錦廚，可以入去睇下。呢個錦廚啊，業主啊好花心思啊，全部裝修過，啲嘢好鬼死乾淨㗎。所有嘅基本設施齊晒，你睇下灶頭，哇，雲石台面，哇，一買即住，全部嘅入場裝置重新翻新過，所以呢個真係良心業主啊！睇完呢個廚房之後呢，喺我哋呢個左手邊仲有一個對流窗，呢啲單位係好少喺市場有得供應㗎。影岸紅嘅感覺嚟講係氣派高啲嘅，因為始終佢最近港鐵站5至7分鐘就可以去到港鐵站㗎啦。咁出到嚟呢一度呢，影岸紅仲會有一個嘅露台㗎，咁啊可以舒氣啊，睇下出邊嘅景色，望山向南，呢邊向西，採光度好高㗎。睇完之後，我哋有入去睇下兩間房啦，快啲入嚟睇下啦！首先主人房，咁啊做咗呢個入場櫃，好大嘅儲物空間。咁啊呢邊嚟講咧，又有角窗，出邊嘅景觀採光度都好好噶。咁啊擺埋可以擺到隻5呎嘅床，地方相當見使。睇完之後，我哋睇埋第二間房啦。第二間房嘅坐向咧，一樣咧都望住個山景，開揚舒服。跟住嚟講，我哋睇睇個洗手間啦。藍天海岸又好，影岸紅又好，洗手間全部都有窗門㗎。你睇呢度，做咗企缸，浴缸變企缸，清潔無煩憂，啱唔啱啊？睇完之後，我哋出翻個大廳。咁啊，今日我介紹呢個影岸紅嘅大兩房單位，638尺。非常之實用見使，最重要係鄰近港鐵站。如果大家對於呢個單位有興趣嘅，記住快啲揾我東涌物業Martin，我盡快介紹到呢個單位俾你睇。你睇下，飯廳、客廳非常之分明，好冇？期待盡快見到你嘅光臨，拜拜。